歡迎返嚟 Can Life View 頻道。今集同大家去澳門行下街食下嘢。首先會介紹下 YOHO 金銀島名勝世界酒店，跟住同大家捐窿捐罅，試下啲小店美食。如果大家都同我一樣中意周圍揾嘢食嘅話，記得訂閱、撳 like 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每一條片都係用心製作㗎。我哋出發。首先我哋去到澳門半島一間嘅新酒店，呢間金銀島名勝世界酒店呢，就其實好近葡京酒店，行過嚟大概5-6分鐘左右啦。你行去市中心呢，都係講緊10分鐘左右。咁我而家就上去酒店啦。經過呢邊呢，就有少少海景嘅，見到澳門塔啦。咁呢邊就係舊葡京酒店啦，同埋新葡京酒店啦。呢間酒店咧就要經過商場再上酒店嘅，咁我哋先入個商場先。一入到嚟商場咧，入口咧就見到哇，都幾多鋪頭喎。有間好出名嘅POC MART啦，有啲運動服裝。咁我哋而家就搭 lift 就上酒店 reception。入到嚟大堂，第一個感覺就係佢唔係一間好高樓底、好富麗堂皇嘅傳統酒店。全個大堂以紅色為主題，亦都提供電腦可以自助 check in。嚟到酒店嘅2樓就係 check in 嘅地方。咁另外泳池同埋健身室咧，都係呢一層入口嘅。咁入 check in 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要求你咧要俾1000蚊嘅按金。其實而家好少酒店咧要俾按金，不過呢度咧就要有呢個規矩啦。不過呢1000蚊你可以碌卡，佢暫時唔扣賬嘅。酒店餐飲方面咧，喺酒店嘅2樓咧就有嘉麟樓嘅中餐廳同埋天鵝湖嘅西餐廳，而天鵝湖餐廳咧有提供到中西式嘅早餐嘅。頭先啱啱行過，望到咧可以一邊望住個湖景，一邊嘆早餐，都幾正㗎。另外聽講咧，佢嘅下午茶都唔錯嘅。不過今次咧行程係比較趕啲，所以咧就冇試到。下次有機會一定要試下。早咗嚟未攞得房住，梗係周圍行下先啦。難得呢間酒店喺海邊，梗係落嚟近距離望下呢個海景先啦。落到嚟酒店嘅基座就係一個大型商場嚟嘅，有不同種類嘅品牌。當然最大型嘅就係呢個老佛爺百貨啦。另外如果講到最多人行嘅，當然而家係最 hit 嘅話題嘅POC MART啦。喺1樓嗰度又有10幾間唔同嘅種類嘅食肆，例如有回轉壽司啦、酸菜魚啦、有火鍋啦。啱啱我哋食咗一間咧，就係個麵家嚟嘅。另外仲有個電影院博立影城，如果大家想睇戲嘅，亦都可以有選擇㗎。其中一間麵店，佢就開朝頭早8點鐘嘅。如果大家冇訂到酒店早餐，都可以考慮下試下呢間㗎。我就試過佢個豬手同牛腩麵，都唔錯嘅。另外，我亦都試過一間日式拉麵，質素就普普通通啦，合格啦。食飽，梗係落去下低商場睇下咩好行先。呢間老佛爺百貨佔地差唔多3萬幾尺，有齊100幾種世界各地設計師唔同嘅品牌，真係每一件品牌試一件衫都試足你半日啊！另外值得一提，追埋漢堡同薯條嘅 Five Guys， 佢可以早餐同宵夜直接 room service 上你酒店房㗎。另外 B1 就係超級市場，如果你想補給啤酒、汽水、薯片都非常方便㗎，自己留意開放時間啦。我哋就啱啱喺 reception 咧就 check 咗 in 啦，攞一間房。我呢個位置咧就係房間嘅 lift lobby 位置嘅，望出去咧就望晒成個澳門景嘅。舊葡京嗰邊嘅滑雲景嘅，咁啊非常之靚。咁呢度間酒店咧就2024年咧先開張，非常之新嘅。佢基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竟然係冇賭場，係一間百貨公司嚟嘅。咁呢啱晒咧呢啲純粹想度假體驗嘅住客啦。咁另外酒店方面咧，佢係有金銀島嘅樓層啦，同埋呢個名勝世界樓層，加埋咧有600幾間房嘅。重點在於咧呢間酒店咧係提供一個
平台連一個 Jacuzzi 私人風呂嘅房間係全個澳門首創嘅，而我哋今日都會 room tour 呢一種類型嘅酒店房嘅。再加上佢呢度有個無邊際泳池、基座，再加一個老佛爺嘅百貨公司。咁喺配套方面咧，呢間酒店咧就算唔錯嘅，尤其是個位置行出去澳門嘅市中心，包括大三巴嗰邊咧，都係非常之方便，10分鐘都係步程可以行到過去玩嘅。今日會介紹兩間唔同戶型嘅房間俾大家。首先，我哋會去睇一間有平台同埋私人風呂嘅戶型先。呢間酒店房嘅設計咧非常之年輕，嗰個感覺係非常之型格，好有活力嘅感覺。不過好得意，我上網見到逢係連平台嘅，全部都係2張單人床喎，唔知係咪全部都係咁嘅咧？房間裏邊咧就冇小食供應，咁啊有啲茶包啦，有啲咖啡粉啦，有幾個茉莉花茶同埋紅茶供應。見到 room service 嗰張 list 40零蚊一碗擔擔麵都有啦，價錢都算合理嘅。房間嘅雪櫃就冇乜汽水供應啦，有罐可樂啦、橙汁同2支水。睇下個衣櫃先，呢個衣櫃咧就有幾個衣架啦，有個夾萬啦，有把遮俾你供應嘅。咁另外個櫃裏邊咧就有個風筒，另外佢有提供藍牙喇叭，大家可以駁手機播歌㗎。呢間房嘅洗手間咧唔算好大。簡約嘅裝修，以白色為主，空間感 OK 啦。5件頭嘅組合，有浴缸啦，2個洗手盆 shower 同埋 toilet 嘅。如果真係要彈嘅，我就嫌佢抹濕毛巾咧就只得2條，同埋提供嘅護髮素、洗頭水、沐浴露就非常之細支啊。呢一間澳門金銀島名勝世界酒店咧，呢間房咧就係連平台連嘅私人風呂嘅，就位於3樓。我頭先行過咧，有啲房門都打開咗，咁我亦都望到。我相信咧，亦都係呢一層3樓咧，大部分嘅戶型咧都係咁樣，一間房再連接一個大平台，再加個私人風呂嘅，個感覺就好度假式嘅感覺。我哋而家出個平台參觀下先。一推門出嚟咧，就係一個好開揚嘅平台，可以望埋個觀光塔，個景致就有一流噶啦。喺我身後邊咧就係呢間酒店房嘅景觀，成個全海景遠望橫琴嗰邊，亦都望到澳門嘅觀光塔。咁啱呢個時候咧，有啲爬龍舟嘅賽事喺度，所以個景觀咧非常之豐富，亦都遠望翻成個橫琴非常之好嘅開揚。時間啱啱開始日落啦，我相信 Magic Moment 亦都嚟緊，就係個日落景觀，成個景觀應該係非常之會好靚。呢個咧就係呢間房嘅私人溫泉，咁啊 size 咧應該大概就2米乘2米左右啦，水深大概有1.2米左右咯。我就啱啱 check in， 所以咧就變咗啱啱開咗個水喉，咁啊凍水熱水都開咗，咁咧佢有3個一啲3罌嘅一啲應該係浸溫泉嘅一啲嘅鹽分嚟嘅，到時咧就可以浸落去浸一浸個私人風呂。如果你浸緊溫泉嘅時候，如果想個私隱度再高啲，又可以將個浴簾放低。咁你浸浴咧就更加私隱度最高，亦都最 relax 噶啦。睇完間平台風呂房間，我哋上8樓睇另外一間戶型，大家可以比較下，睇下邊間會啱大家啲。呢個房間嘅戶型咧就係雙人海景房，面積咧就大概35平方米，就比平台嗰間房咧就會細啲嘅。但係最大嘅亮點咧就可以望到咧成個澳門半島嘅海景，下面咧仲可以望到咧呢間酒店嘅無邊際泳池，遠望咧直頭望到澳門塔添。而有少少唔同咧，呢間房嘅地板咧就有別於一般酒店房嘅地板嘅，係木地板嚟嘅，就唔係一啲酒店嘅一啲通常用嘅地氈啦。咁我感覺到清爽啲，角落起身啲咁樣嘅。
房間嘅設備咧，基本上同平台嗰間就一樣㗎啦。係唔同嘅咧，就係呢間房咧提供一張雙人大床啊，差唔多有8尺闊嘅。喺吧台提供嘅用品咧，同平台嗰間房咧嘅差唔多嘅，都係4支免費嘅水啦，有咖啡粉啦，同埋茶包。咁啊，同嗰間平台嘅房間嘅提供嘅嘢咧一樣嘅。洗手間方面咧，兩間房都差唔多，不過toilet位咧呢度咧會細翻少少，同埋兩間房咧都係免治廁所嘅。呢間酒店嘅隔離咧就係一個最大型嘅巴士轉乘站。另外附近咧就有葡京酒店啦、美高梅、星際、永利，周圍行街咧都好方便嘅。最重要，佢有個行人嘅隧道通往晒幾間嘅酒店，咁就算落雨咧都唔緊要㗎。酒店都有提供 shuttle bus 去呢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同埋碼頭嘅，不過班次就比較疏啦，大家要留意時間啦。我哋啱啱喺金銀島酒店食完煙，而家準備食晏晝。聽講喺福隆新街嗰邊有一間好有人氣、好歷史悠久嘅麵家，嗰啲蝦子撈麵好好食嘅。而家出發。呢間長記麵家嘅位置都非常之易去，喺大家最熟悉嘅議事亭前地行過嚟都係5-6分鐘左右，不過就有少少內街要行入去。我將條 Google Map 嘅 link 放咗喺資訊欄，大家可以跟住條路線嚟行啦。老闆好細心，整咗本有相嘅餐牌，不過反而花多眼亂啊，實在太多好嘢食啊，都唔知嗌邊樣好啊！啱啱就食完個長記麵家，好好食。因為其實我哋之前都食過，嚟到澳門都必試嘅一間好傳統嘅老店。咁啊，佢座位方面又唔係好多嘅，入到去應該大概有8張台，7-8張台啦，咁啊可以坐到20零人咁啦。咁啊一個好傳統一啲嘅麵家嘅佈局嚟嘅。咁我嗌咗一個蝦子撈麵，呢個一定要嗌嘅，因為佢嘅全部啲竹絲麵咧係好彈牙嘅。另外我再加上咧，就嗌咗一個咧就淨水餃同埋一個淨豬手，因為我諗住都係麵淨麵嘅，再冇理由再嗌個豬手麵或者水餃麵重複咗啦。同埋佢出名係撈麵，咁湯麵我哋就食唔到咁多啦，咁就嗌咗個淨豬手，好軟腍腍，好炆得好入味嘅。個水餃亦都係招牌菜之一。另外估唔到個一個亮點咧就係咧個牛腩，喺呢啲鋪頭食牛腩咧應該就可能啲牛腩應該爭少少嘅。因為佢唔係最出名食牛腩啊，但係估唔到佢都炆得好腍，同埋佢亮點咧就係佢個咖喱汁撈埋啲意麵，真係好好食。有機會一定會再嚟食。跟住介紹呢間就喺澳門非常之有人氣嘅咖啡雪糕店，而呢間新嘅分店喺瑪嘉烈葡撻附近嘅啫。天氣咁熱，橫掂經過入去睇下先。雪糕咖啡店嘅裝修簡約得嚟，好型格。你買雪糕前可以慢慢試食唔同嘅味道，因為現場真係實在有太多款式俾你揀啦。有開心果啦、杏仁餅、愛爾蘭咖啡、葡撻、鮮薄荷，甚至龍井味都有啊！啱啱喺長記麵家食完麵咧，諗住行翻去酒店啦。途經咧見咗一間咧，之前經過都冇乜點樣見到嘅雪糕店。咁啱職員講咧都係開咗年零嘅啫。咁試咗佢個 typical 最卡式嘅雪糕，杜拜朱古力嘅雪糕。不過我覺得咧，呢個比較甜，甜得嚟個口感又好軟滑，味道非常之濃郁啊！所以係成個朱古力味嘅雪糕筒嚟嘅，係個雪糕筒都好脆。另外，梗係要點一杯凍嘅黑咖啡啦，感覺非常冰爽，啲咖啡味咧好甘醇，絕對值得 encore。不過係有少少貴啫。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內容，下集見。